解文说字，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头拄啊，咱看到讲，陈明山老师伫咧画歌戏、布袋戏的布景，你若斟酌看，咱徛喺布袋戏的戏台边，伊迄两边吼，拢有写连队呢。包含讲做歌戏的嘛是，啊，迄连队拢真艺术哦。你像讲做歌戏的，人捌讲吼，100万军兵6、7人，千里路途3、5步，你捌听迄个无？因为戏台都遮看尔。啊，若布袋戏有一首诗吼，这人真普遍来讲，这对诗就是讲一口道尽千秋书，十指龙成100万兵。安怎样解说？因为布袋戏的主演自古以来传统，拢是一个人咧讲口碑。你无论讲小生，还是小段，甚至讲老生，挂印黄金是汉相，关公。即个武生拢共一个人咧激声，所以一口道尽千秋书。啊，后壁即句则讲10载人成100万兵，10支镜头啊尔，100万的军马嘛拢我一双手弄出来哩。啊，这是过去的布袋戏啦。国情啊所在，五洲派因即马新的布袋戏病吼，因为金光布袋戏会出足侪道具呢，甚至讲会喷火呢，所以因为一队新的连队，即队连队讲。天下独创新奇妙，这典故。下句讲做民间普遍古精华，这安怎样解说？就是讲吼，若要看金光戏，阮这边出的道具上稀罕，阮是天下独创新奇够妙，这别边无得看。啊，你伫民间所看这布袋戏，虽然讲有创新，毋过新例有实，旧例无灭。阮这款布袋戏嘛是民间真普遍。古早的精华，讲到遮，国情啊，又搁要来甲你小参考一下。一项头路拢有一对诗呢，搁来这对诗吼，咧描写什么款的头路？你安尼先头壳替我叮当一下，好无？讲有一款头路吼，落难的人不便流落江湖，可能爱行上这条路。啊，毋过人因嘛一对诗咧勉励家己，讲安怎样？你认真甲想哦。这对是讲两个古早人哦，这两个古早人当困难、当落难的时阵，捌行上倒一条路，捌做过什么款的头路？典故讲做两国为王赵平贵，咱嘛知影赵平贵当困难的时阵，谈江湖伫咧流落的时阵，捌艰苦到什么款的程度啊？啊，就是到尾啊，有才调做两国王，才倒转来。看伊苦守汉窑18年的王宝钏呢。另外下句，这国情小甲你解说一下。下句讲做天下国母李宸妃，李宸妃是啥？李宸妃就是李麻换太子，迄个生出太子可怜去互陷害甲换过去，竟然敢生李麻皇帝，抓狂甲赶出宫外。李宸妃当困难的时阵，谈宫外咧做什么款的生活？来。两国为王赵平贵，天下国母李宸妃，我那互你参一款的头路，互你安尼头壳小叮当一下。